很多家長以為教育的目標是成績、是升學、是名校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當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變得焦慮、抗拒，甚至麻木，這一切其實是他的大腦在求救。你看到的是孩子行為的表層，但你看不到的是他大腦的真相。所以教育的真正核心不是成績，而是孩子的大腦健康。什麼是健康的大腦？一個健康的大腦不是學得多快、記得多準，而是他能在學習中感受到快樂、好奇和掌控感。健康的大腦有這些特徵：他有好奇心，會問為什麼；他有動力，遇到困難想辦法解決；他有自我調節，不怕錯，不怕慢；他能連結他人，懂得合作，懂得愛。這樣的孩子，就算考不到第一名，也會越來越強，因為他學會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大腦保持開放、活住、充滿能量。不健康的大腦長什麼樣？相反，一個不健康的大腦會出現這些行為：對什麼都沒興趣，只想逃避；對學習產生恐懼，怕錯、怕罵；對生活失去掌控感，凡事要人催，用遊戲、飲料、短視頻補快樂。這時候家長常說他不專心，他懶，他頂嘴，但那不是壞習慣，而是大腦過載的求救信號。孩子不是不聽話，是他的大腦被逼到沒電了。為什麼孩子的大腦會沒電？因為我們的教育環境讓孩子長期活在壓力、比較和恐懼中，每天考試、排名、默書，看似在訓練能力，其實在消耗大腦能量。當孩子的大腦被逼得太久，他會開啟防禦模式，外表看起來在學，內裏其實是學習關機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懶惰，而是自我保護。孩子的大腦在說：我不想再被逼了。你希望孩子考100分，還是擁有一顆能快樂學一輩子的大腦？這才是家長真正該思考的問題。家長該怎麼做？要讓孩子重新開機，你得先幫他的腦充電。第一步，創造安全感，讓孩子知道錯了沒關係。恐懼會關掉學習區，安全感會打開他。第二步，恢復掌控感，讓他參與選擇，學哪科，先做什麼，何時休息，都讓他有話語權。第三步，建立正反饋，不要只誇分數，而是誇你自己找到方法，你完成了挑戰。當孩子重新感受到能量，大腦就會開始釋放多巴胺和內啡肽，學習動力自然會回來。一個健康的大腦是孩子一生的根基，成績只是當下的結果，但大腦健康是他一輩子能否快樂、能否思考的根本。守護孩子的大腦健康，才是未來最聰明的教育投資。因為當大腦是自由的、活住的、充滿能量的時候，孩子就會自己去學、自己去長大，那才是教育最美的樣子。